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欢迎新闻导视台头先调来报人才。咱国内 AZ 疫苗要开始做啊，指挥中心也建议三大族群暂时较卖做。不过荷兰甲爱尔兰却是宣布暂停使用 AZ 疫苗。中部欠水严重，台中也当咧演练欠水的调度措施，确保生活用水袂欠缺。高雄美浓昨夜发生火烧山，怀疑是背叛引起的。阿温杯份的柔道国家选手驾照赛车害死1个人，5个人受伤，专案移送法办，可能也断送到国家选手的资格。国家在今仔日增加5个全部拢是无症状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对于菲律宾也个法国入境的，其中有1个是对菲律宾下转来的通缉犯。另外，咱台湾今日要开始做 AZ 疫苗咯，疫情指挥中心也建议讲，头一档做了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人，也有18岁以下，以及对急性疾病等咧发烧发炎的人，这3种民众暂时较莫去做 AZ 疫苗。国内新冠肺炎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全部拢是无症状感染者。987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988例是法国籍50多岁男性，是982例密切接触者。990加991是菲律宾籍20多岁男性移工，989例是本国籍50多岁男性，是去年1月到菲律宾因为通缉到案，今年3月12日被解送回台，有登记前阴性检验报告，入境时无症状到看守所居家检疫，安排再检测确诊，这是第2例为国外登来台湾被确诊的通缉犯。他们会有一个隔离的处所哈，那当然就是不希望说他从国外回来，即使是位置不够，但是还是要腾出一个地方，就是避免他会去传染给其他人。另外，新冠固定 AZ 疫苗伫欧洲做1700万剂，有37件会价塌掉的通报事件。台湾第一批11.7万剂 AZ 疫苗也特别做。指挥中心公布，做疫苗注意事项，对疫苗成分过敏，做第1剂出现急性严重过敏反应，甲18岁以下青少年唔通做。确实是急性严重疾病，而且有发烧或者是急性感染者，建议也暂停卖做。确实血小板减少或者是血友病患者。免疫功能不全，有新的怀孕人或者是正在饲奶的女性，应该由专业医师评估，佮决定是不是要做。就这样医师评估啦，就是有相当多的可能的发生的原因，就是如果在接种的那一天有任何的一个问题，都会跟医师说明。东京奥运要伫今年7月23开幕，指挥中心将奥运选手列为优先做的对象，初步规划是予选手做 AZ 疫苗，可能会比较医护人员、工作人分配做，才袂出现副作用的时阵，真歹分别是一般感冒或者是疫苗副作用所引起。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个 AZ 疫苗，即马也传出讲有人注了后发生血管塌起来副作用，连荷兰甲爱尔兰昨也宣布讲暂停使用 AZ 疫苗。不过 AZ 疫苗公司却是表示讲，无证据通好来证明讲 AZ 疫苗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挪威发布消息，表示因的国家出现自阿斯特捷利康疫苗了后出现严重血管塌掉案例。爱尔兰的健康官员提出建议，搁慎重考虑之下，宣布暂停自阿斯特捷利康疫苗。爱尔兰副首相医学官格林声明 ，AZ 疫苗甲血管塌掉之间的关联也无定论。爱尔兰安尼做只是有风万一。British data where millions of doses have been given, and we haven't seen an elevation in these events. And the decision today has been made over an even overabundance of caution. 英国药物甲保健产品管理局对爱尔兰的暂停注射表示，当密切注意相关的回报。药厂阿斯特捷利康表示，针对超过1700万人自家疫苗了后，搁重新检视，并无证据显示 AZ 疫苗会增加形成血管塌掉的讲法。世界卫生组织也捌有类似的讲法，表示各国无需要因为烦恼来停止注射。It will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accept the vaccine. It will put people off, and if it does that, as it almost certainly will, it will lead to more people getting ill. 当日因为同款的理由，也采取保守手段，也有荷兰暂停 AZ 疫苗注射至少到29。卫生监管机构将取消4.3万笔的预约。荷兰也参考挪威药品管理局的报告，挪威有3位最近注过疫苗的医疗人员，因为出血、血管塌掉、甲血小板减少，断医治疗。
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咱继续来关心台湾欠水的问题。中部的水情是暗洞洞，李溪潭得基水库的水是愈来愈少，所落来真有可能会实行分区用水的措施。台中市伫今仔日也进行对抗可汗演练，尽量要互生活必用的甲病院拢袂来欠水。虽然讲目前当咧欠水，不过伫咧台中的南区，透早也发生水管破裂意外。市长也讲，这已经毋是头一届啊。消防水车来啊！消防员有水线将水灌入医疗院所的水塔，模拟医疗院所水管经营状况。另外一边也有水车载水将水塔灌满，高地水也无够，就是要确保民生用水无欠缺。水情严重，就连工地抽来地下水也要好好利用。这套就是水利所移动式净水设备，估算每工应付5000公升散水量。三种情景就是模拟大台中地区水情进入第3阶段应变机制，因为水情依然不乐观。那我想中央对台中市的供水有可能进一步的紧缩哈，那也因此呢，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进行了区域的调度的功能。那确实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降雨量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展望未来，距离我们枯水期结束还有相当的这个时间。主要公营大台中地区的水库继续探底，根据水利所的资料，到15下晡3点，李溪潭甲德基的储水量分别只剩13.6%甲8.2%。目前中部地区属于第2阶段，感觉是定好警示。水利署讲，是毋是要强硬停止，也在讨论。目前无时间表，暗过自来水管老旧也是大问题。整个管面压力可能有增加，然后又爆这边，如果太脆弱，这边就会爆掉。它是16.83哈，是稍微还是比较高一点。台中市南区一个自来水管15透早向北港扑出来水，到4点钟，当地里长讲已经不是第一摆。自来水公司表示，2020年各县市漏水率统计，台中市6都当中漏水上严重地区。要伫3年内开20亿来改善，虽然尽力修补，不过也互紧张的水情更较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清明特别到啊，要去陪伴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哦。伫高雄美浓的紫林溪后山，昨发生火烧山，因为天气干燥，导火面积是烧要到5公顷遐宽。经过消防人员配合直升机对破天关抓水，火势有渐渐控制落来，希望到暗时时阵会当全部拍花。市政府也怀疑讲，可能是民众去陪伴所引起的火灾。直升机来到高雄美浓湖，救济了后前往火烧山地点，为空中抓水。空勤总队甲陆军特航部拢总2架直升机，每一摆载运7.6吨的水，协助拍火。规工落来飞行超过16架次，载运超过100吨的污水拍火。不要水有分成2种，一种是直升机，他们立体救灾，他们从美浓湖取水。那我们地面部队消防车的部分，我们是取用消防栓的水源，消防栓的水源是自来水。因为一般的建筑物火灾的水箱大概都是要3吨或12吨，那可是我们山林野火大概就是0.5吨，就是500公升左右，它的用水量其实没有很多。在美浓很多的这个哈港勇禽，他们从过年之后就开始进行扫墓的工作了，然后今年的又缺水，然后相对来讲是比较干燥，所以很容易引发火灾。15下昼，美浓火烧山导火点控制到剩一处，大约500平方公尺范围。市府检判可能是扫网引起火警，只是美浓欠水，过拄着火烧山，敢会增加拍火困难。消防队表示，松林拍火用的水量超过面积，加上拍火用的是自来水，不是当地打起的地下水，水管供应暂时无欠。开有2个月了，开2个月没有下雨了。担心有没有水，但是你也是要当机立断了啦，你不要说为了水的问题不扑。民众讲，虽然美浓湖水位继续下降，也袂当为了省水无拍火，尤其山顶也有泉水流往湖来。美浓湖面积搁大，短期来备受烦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的厝价是直直的起，远雄建设伫台南规定的高铁特定区有推出一个新建案，最近是正抢市，虽然引起内政部地政署的注意。台南市政府表示讲，配合内政部去稽查，初步认定讲远雄建设有故意制造抢市的气氛，可能违反着公平交易法，若准有会依法处理。
来贵人高铁特定区这个所在，唔但高铁站未来搁较有大卖店，也因为安尼吸引真侪建案伫这个所在兴建。其中万雄建设伫贵人有杀出378户的建案，也未动工。13举办说明会，按过现场人是踢甜，爱摕货买牌，搁爱传10万的现金。安尼做也引起正难讨论，即个讲排队抢厝的动机，搁传出现场有临时演员代替排队，对这样代志，当地民众的看法拢无共。地点好啊，地点好啦，高铁也伫这附近，生活机能真好啊。介绍无遮悬啊，炒到遮啊悬足济台人遮济空屋率吼，真正安尼是无合理的啦。对这样代志，17内政部也会同台南市政府前拢稽查，认为建商用通讯群组炒作，搁用抽签来定位，营造抢买的气氛，可能会影响到易售厝的交易特殊，也是利用临时演员假讲排队抢厝，这拢要进一步搜查资料，要以违反公平交易法第25条这个规定查处，业主经过确认，最高会当罚2500万。市政府原来伫15再一次到销售点查清楚状况。那至于特定的建设公司有特定的行销方法来行销预售屋，这个我们要看中央的法规好跟地方的不动产的相关管理规定好，那这个部分该法律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是打炒房，但是不打房，中央的政策也是这样。这个关于昨天的稽查，我们都全力配合啦。那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是领有建造的。所以当天是开放预约，那包括分评表跟公设比例，我们也都有向这个预购的民众来说明。转订单之后就会有经理人来签章，所以整个资讯都是公开跟合法，所以包括主管机关的指导，我们全部都接受。台南市政府进一步指出，台南最近因为南科3期也甲台积电设抢这单位之外，伫高铁特定区原来有工研院、中研院这单位，电影的发展是会当期待。不过台南市政府是希望来的是欢迎，不是炒房。另外，万雄建设也回应，最近造成这的争论也感觉真实利，后续会全力配合相关机关的指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的圣马尔定病院，竟然有5位护理人员，甲病人伫咧开刀的情形，翕咧公开伫网络顶头。病院表示讲，其中有1个人已经离开病院真久啊，其他违规的人会进行处理，也会检讨管理机制。嘉义市卫生局目前也正咧调查，若准有违反着医疗法以及着护理人员法，上严重者护理师会去放特殊执照处分。将手术板用过的纱布、医疗用材甲工作情形拢翕相，藏起哩护理人员个人的 IG 顶悬，就连患者私人部位的相片嘛藏起哩，明显违反着医学伦理。嘉义圣马尔定病院再去出面证实，甲相藏起的是原来的护理人员有1个查甫4个查某，其中4个人也在籍。有3位呢，我们去检视之后，发现他们主要是一些工作照。那虽然它也没有涉及隐私的一个暴露，但是毕竟是工作场域，所以我们觉得并不合适。谢姓护理人员他所 po 的这个不雅照呢，我们觉得极为不妥。内部呢，一律手机是不得携带。那人员也会深切来反省这样一个比较不适合的一个作为。病院方面表示，经过查证，其中1个涉案的现场护理师真侪年前已经离职，伊所翕出这个相片不是院内场景，其他涉案的护理师病院会处罚。另外，也要落实严格禁止炸手机入去开刀房的规定。随上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医疗机构甲伊的人员因为业务知影，也是讲持有病人的病情、健康资讯，无缘无故袂使泄露。医疗机构医疗运输维护规范中也明定，医疗的过程，医病双方若做需要录音也是录影，应该爱先得到对方的同意。若做泄露秘密的是护理师，也会当依照护理人员法，相当会面临停业处分。会依照护理人员法第33条的话，它的罚款的部分大概就是6000元以上的一个罚款的一个部分。那医疗法的部分大概就是103条的话，那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5万元以上的一个罚款。嘉义市卫生局表示，对这个案件会发出意见陈述书，予圣马尔定病院也甲5个涉案的护理人员，要求因亲身也是用书面说明，听候到收到说明书了后，做出适法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缅甸的军事政变，到昨为止已经有39个民众死亡。伫咧讲
工业区也有一间台湾资金的蚵仔厂去互中国牵拖着，却去互放火烧掉。侨委会也呼吁台商着要注意生命安全。另外，外交部也讲建议伫咧缅甸的台商会当伫工厂外口挂国旗，表示讲家己是台湾企业，避免去互人误会当作是中国人。缅甸的局势持续混乱，也传出当地反中情绪升温。则是伫香港的工业区莱达亚区有真侪间中资工厂，好亲像互人放火。工作人员兴兴公公提灭火器，想要拍花工厂门口的大火。快点灭！不过，也有一间台商企业的做蚵仔厂创业公司受波及。侨委会委员长董景元15到日欢迎避顺进前道歉是这件代志。我们确实有接到相关的讯息因为在当地的形势有些恶化，那确实有些台商受到一些波及。不过我们驻外同仁都有在密切的在注意跟联系，那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台商在缅甸都能够谨慎小心。这个做蚵仔厂是台中大业来业兴业公司所有，主要是生产国际品牌运动鞋。公司是强调，香港工厂是经卫式导火，无人原来是设备受损。外交部讲，10个台湾籍干部拢真平安留伫工厂内底，建议台商企业爱挂咱国国旗，表示是台湾企业，通甲中资企业有所分别。要以缅甸文字标示是台湾的企业，并且悬挂我国的国旗，要跟当地的员工还有附近的居民说明，我们是台湾的工厂，以避免外界混淆。不过，缅甸安全部队则是伫各地开枪镇压示威民众，至少造成39个人死亡。有外国媒体报道，香港庄卡有一间病院收到34具遗体，实际死亡人数恐惊更加侪。莱达亚甲雪比达这个地区由缅甸军警进驻，进入戒严。台湾是不是加开救援班机撤侨？由外交部统一指挥，侨委会会全力配合。一些这个工厂稍微有一点点的受损以外，目前为止台商方面大家都还算是平安的一个情况。目前伫香港的台商表示，大部分的台商拢算安全，也拢有保持联络。大部分的侨民拍算坐3月定期航班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仔日伫台东的东河乡发生一台轿车载着6个人，驾驶是食酒赛车弄山壁，致使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意外。这个食酒的驾驶是台东大学的查某学生，伊本身也是亚运培训的柔道国家代表选手。专案依照着公共危险罪以及过失致死罪移送法办。这款的行为也可能影响到体育选手的前途。车祸现场，蓝色的小绿车车身毁了，连胎两飞，车坏伫台东东海华公路的嘉埔主湾路段，受伤的人送医急救，其中乘客现场的查某学生急救无效。经消防队抢救，车内一车6人均已脱困，其中左后座张姓女性乘客因头部伤势严重，现场失去生命迹象。警方调查，车是5人座，却超载甲6人，驾驶是亚运培训国手杨武杰，载共后3名女学生甲另外2名青少年。杨武杰是台东大学运动竞技系学生，是每年亚运的柔道培训队成员。2019年，伊先后伫亚太青少年柔道锦标赛甲台北柔道公开赛铁牌。我们后续就是心理师跟咨商师都会给予学生那个心理方面的一个协助。那在经济的部分，也会按照学校的一个流程给予家庭跟学生一些照顾。杨武杰经过病院抽血检测，酒精达0.55，涉及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罪嫌，且违规超载，会以交通法规救济，相当罚100,000。虽然死亡会向吊销驾照，对于培训的选手吊输。国训中心强调，有严格要求选手遵守相关规范，毕竟一个无注意，都可能造成家己甲国家的损失。选手来讲的话，政府也投入那么多的资源来训练，希望能够来为国家这个代表争光。那么相对的，这个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资产哦。那当然相对的，选手也是他个人的一个重要的资产。国训中心强调，还未收到检警的调查报告，若讲违反中心的相关规定，相当退训。行政处分交予协会纪律委员会处理。另外，嘉埔主湾西环路段是大 S 型的弯道，上悬速限是50公里。105年到今已经发生5件交通事故，包括本案。今年到今2件车祸造成2个人死亡。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高雄又搁再发生开枪的案件咯，有一名姓赖嫌犯半暝的时阵，甲朋友开车经过凤山的自强一路，对天开3枪了后，就去到前镇的定州路附近惹事生非，好佳在是无人受伤。虽然警方落尾有甲这2个嫌犯抓到位，不过也讲实在讲啦，互这个要拼治安的市政府真无面子。警方来到高雄凤山的自强一路了解状况，因为15号半暝1点外才传出枪声，赖姓嫌犯进前甲李姓被害者有纠纷，竟然叫朋友开车载伊来找被害者，并伫现场对天顶开3枪警告，然后搁去前镇犯案。凤山分局伫现场找到3粒枪支壳。听到人咧走啊，走足紧的啦，一个咧甲话讲，你搁走，你搁走，安尼。1点58分呢，到前镇区亮相叫嚣。7点50分，我们在前镇区就查缉到案了。那6个小时就迅速侦破。犯前到案的时候是满身的酒味哈，疑似是借酒发疯犯案。发生的原因初步了解是之前有口角的纠纷。警方表示，嫌犯所揢的枪是刀具枪，枪支嘛无枪支头啊，所以无杀伤力。嫌犯讲枪是伫网络买的，用了就等伫鉴定盒。不过实际的状况甲详细的动机，爱等警方调查。15号透早，高雄市长陈其迈拄好甲警方开治安汇报，结果半暝煞发生枪击事件。陈其迈会中指示警察局加强查缉。我想诉枪一直是我们的工作啊，那我们也要求一定要溯源，就是改造工厂以及管道哈这个方向来努力哈，那会持续来办理。当地的警方强力扫恶的期间，搁一摆发生枪击的事件，这已经是半个月来第3件。警察局长吴明昭强调，会继续查缉枪击，调查来源，就是希望高雄的治安问题莫搁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面交馆高雄报道。伫咧南投甲花莲相接的落雪山，若准备去爬山，就会经过七彩湖，因为这个风景是真水，变作是热扑扑的路线。不过当地业者说是违规用车，甲游客载上山顶。着爬山的专家建议讲，若准唔管这，确实会影响到台湾的风光产景。原住民骑车行伫丹大林道，带着后壁车辆前进。南投甲花莲的丹大林道是上知名的顶8甲路线之一，边仔就是高山湖壁七彩湖，因为日头照落来会出现七彩光线出名。不过山那开放了后，却传出有人违规提供汽机车代步。箱型车绝对不要夹带那个登山客的人，这个会造成很多困难。这样。林管处警官进行宣导，强调丹大林道除了用行的非动力脚踏车甲当地原住民参执行公务警官会当进入，其他汽机车拢禁止上山。我们在2分所有做人员车辆的管制哈，那一般车辆要进入，我们是会做劝导，不让机动车辆进入这个林道哈。专业山友表示，这是通往8甲之一的落顺山的必经之路，尤其途中会当看到七彩湖。山那开放了后，更加吸引不少登山客。不过为管制站行到七彩湖要1天半，甚至要10年。为花莲入山的万永林道也管制，为南投骑车大约只要4点半钟就会当到，却也生出不少乱象。在湖畔扎营，很喜欢把废电池、排泄物、厨余都倒在湖畔里面，对这大自然生态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破坏。张浩勇指出，山那开放这几年带来不少登山客，建议总量管制减少冲击。林管处强调，入山拢爱定期计划，若讲违规开车还是骑车弄入去，会当以违反南投县登山管理自治条例相关罚3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武汉肺炎疫情，伫欧洲又开始探翻头路。法国和意大利14天拢新增加的病例拢超过2万人，其中法国的加护病房是强要客满。另外，伫咧意大利的部分是对10号开始，全国要进行第3届大封城。医护人员协助病患运送专机，扫落来启程前往附近城市的病院。法国疫情继续升悬，住伫加护病房患者已经超过4100人，占床率逾80%。法国当局计划伫本礼拜出动专机甲改装的高铁列车，协助运送大巴黎地区100名患者，以减缓首都病院的压力。À peu près, les volumes c'est 6 patients par jour avec les moyens aéroportés, donc avions et Lismur. 病例数是全球第6高的法国，累计400多万例确诊，这是单日新增26000人，而且着病患者的年纪出现下降的趋势，显示疫情危险。
公卫专家拢呼吁爱实施封锁。法国总理卡斯泰表示，政府会尽全力避免第三摆封城，也毋过会采取其他措施。上场头前，人排甲真长，出发世界食饭的人，骑甲罗马街路实在通通，民众赶伫封城进前，享受最后自由。因为自15起，10个大区，包括罗马甲米兰，有3/4的人将中心进入封锁状态。Non penso che sia una cosa giusta questa, quella di richiudere un'altra volta tutto. Secondo me si poteva trovare altre soluzioni. Anche se il lavoro rispetto all'anno scorso si è ridotto del 90%, noi comunque vivevamo di quelle piccole gocce che avevamo, che puntualmente ci verranno nuovamente sottratti. 今晚的疫苗注射进度甲变种病毒的扩散，意大利过去一礼拜感染率提升15%，这是单日新增病例数达到2.1万。面对这波疫情，政府加强封锁到4月初3甲初5，这也代表意大利市民将连续2年伫封锁中度过复活节假期。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中国为着要推广因家己做的疫苗，因的外交部也宣布讲，对15开始，若已经有注中国疫苗的外国人申请签证会搁较方便，唔免搁再提供体检阴性的证明啊。虽然中国伫咧推广家己做的疫苗，不过官方也讲，中国民众无够5%的人去注，主要因为是讲烦恼安全的问题。中国最近一个出口国产疫苗，疫苗外交战有新方案。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宣布，15开始对已经驻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佮提出疫苗证明的签证申请人提供方便，免佮附核酸检测证明等申请资格，包含附中工作或者人员甲家属。扩大到紧急人道主义需要人员等，不过就算中国一个推广国产疫苗，中国卫健委公布，到10时为止，中国注疫苗有6498万剂次，注人无够5%。大家呢非常关注像安全性的问题，有效性的问题，免疫这个保护持久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所以说，大家可能考虑呢。对疫苗有更多的了解之后呢，再来接种。面对民众作为意愿偏激，官方解释有2项因素，一个是中国疫情总体平稳，第二是民众关心安全问题。中国官方表示，就真济项措施慢慢提悬作为意愿。不过，香港做疫苗以来，已经有6个人做科兴疫苗了后死亡，有1个人中风。不过，官方表示，无死亡个案甲疫苗有因果关系。目前為止咧，係都冇任何嘅證據咧，係令到我哋咧係需要質疑疫苗嘅安全性。我喺呢度重申，我哋喺香港2款正係為市民接種嘅疫苗都係安全有效。香港最近疫情升高，政府決定擴大優先做嘅範圍，降到30到59歲，呼籲民眾趕緊去做。15香港新增加30個確診，健診中心群組擴大超過120例。港府也表示，確實注疫苗無理想，疫情繼續反覆，會閣考慮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含關相關嘅處所。記者綜合報道。澳洲的政治界最近發生甲人炒大騙數的歹代，總理莫里森所帶頭的執政聯盟，說是對這件事件無要積極處理，引起幾多清名的查某民眾15即天佇各地頭聯合舉行大遊行，因要求國家就要重視性別歧視的問題。坎培拉、雪梨、墨爾本澳洲40個大城市甲鄉鎮的市中心，15中晝開始出現大電示威的民眾，將規個街路踢甲甜甜甜。這場為正義而行大遊行，主要是最近政壇所爆發的性侵、性騷擾所激發。不過保守的政府無作為，甚至愛被害人莫講話這個做法，更加讓各界婦女正生氣。It's really uplifting. It's been so discouraging reading the news and how much has been lied and obscured and covered up. So to see this huge swell of all people coming together to say that enough is enough is encouraging. 澳洲司法部长普特互人控告1988年伫读册期間性侵一個16歲女子。消息被公開了後，外界要求莫里森政府對這個司法界最高官員展開獨立的調查。不過當事人伫去年已經過身去，警方以證據不足結案。莫里森政府就因為安尼將這件代志按下。普特本人15大遊行這天，佫威脅要以誹謗罪
控告播出性侵相关报道的澳洲广播公司。另外一个案件是捌伫广播担任顾问的施金斯，伊伫2月中对外公布家己伫2019年去男同事伫部长办公室性侵害，伊向长官投诉，却是互人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主诉的是国防部长雷诺斯女士，佮辱骂施金斯是一个爱讲白贼的牛母。Significant failings in the power structures within our institutions. We are here because it's unfathomable that we are still having to fight this same stale, tired fight. 施金斯伫媒体前所讲的，激发着各行各业各种年龄的妇女站出来讲出家己所拄到的性别不平等对待，压力愈积愈大。莫里森则是邀请抗议团体前往国会甲伊会晤，毋过互人拒绝。抗议人士要求必须完整对外公开，无做暗经协商。联合政府大部分的国会议员也无参加大游行，敢若工党领袖甲几位反对派的议员出现伫坎培拉的游行队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咧奈及利亚最近是直接发生学生去互掠走要讨赎金的案件，真又搁再发生咯。顶礼拜是有一阵武装打扮的恐怖分子，从入去奈及利亚北部一间理工学院，甲39位大学生掠走，甚至搁再公布苦毒学生的影片。这已经是3个月以来第4件大规模的绑票案啦。武装分子哪提枪，哪会着棍啊是鞭啊，带来向人质身上拍落去，惊甲因伫涂骹一直哭一直喊。惊吓国民来自奈及利亚，当地北部顶礼拜四再度发生枪手弄入去学校别人的事件。影片中都是互人当作马票的大學生。We are plead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come and rescue us. Most of us here have been injured, badly injured. Time is going. Most of us here are having health issues. 这个人就是北部杜卡纳州一间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当地时间11暗，枪手弄入校内宿舍，挟持900名师生，甲军警激烈枪战。事后警方救出180人，不过有缘有39名学生获绑走。代志过2天，绑匪就释出变态影片，佮透过学生要求政府交付131万美金的赎金，也佮警告警方唔通动用武力救援，若无效果家己负责。因为警察表示，还未收到要求，同时强调绝对袂付赎金，会将学生安全救出。事实上，这已经是来过3个月来第4件大规模绑票事件。2月底，西北部赞法拉州一间女校被绑走279名女学生，3月初放绑倒转来。同时间，年日左右有一间大数学校互枪手攻击，27名学生互带走。去年12月，也是西北部的卡奇纳州有一间男子中学被绑走300多名学生。上先开启绑架学生恶例是极端组织扑克兄弟，为政治目的，伫2014年绑走我300名女学生。不过，内阁官员指出，最近绑匪犯案真侪是为赎金，也是要求释放各种同伴。内阁总统布哈里要要求州政府唔通付赎金，互绑匪变做恶性循环，你是加强学校安全，互嫌犯无所在下手。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立法院的卫权委员会下晡去到关东工业区，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建地进行考察。这也是20多位立委以及着相关政府机关甲环保团体，伫咧海草礁公投可能会成案了后，头家见面。公投案的带头者潘忠进也认为讲，中油选一个上界歹的所在来起。不过经济部却是强调讲，目前伫海边无新囤物件，也无搁再破坏海草礁。会议室内底客满立法委员、政府官员甲环保团体，这是珍爱海草礁公投有希望成案了后，环保团体甲政府官员第一摆面对面针对第3天然气接收站开发是毋是破坏海草礁做意见交流。公投领导人潘忠正表示，反对3接起伫大潭海藻大区，这是错误选址。我们从来没有反对第3天然气接收站，我们只是反对。你把它盖在国宝级的地景上，找一个过去认为最不好的地方来做唯一方案，背后
大家不觉得有怪怪的吗？刘焕英为权委员会去桃园县藤工业区，甲三只所在地考察，针对经济部对外一直强调开发面积减少9成，只剩23公顷，也无新的店区。按过内政部的资料所显示，宝华码头外海店区面积差不多62.4公顷，即比经济部高度民众。把你所有送到立法院的公文书全部重写，不要再写没有任何填区。不要再说谎，不要再欺骗民众，不要再误导大众。不过，经济部澄清，只无新店区是伫海部，还超大成长的区域。不断的在社会上呈现的，我们去破坏那些粉红色的藻礁。今天要做一个厘清，我们没有去动潮间带上面那些美丽照片的藻礁。立委官员甲权团代表伫讨论2点钟了后，伫差不多退楼的时阵，去现场继续考察。权团有关即期，包含工业港的准污、正球的拍装，拢可能伤害较外海的水下大体。经济部表示，无拒绝进一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有北美媒体报道讲，总统蔡英文最近有去找台塑集团的总裁王文嫣，讲是希望伫咧北寮港起一个天然气接收站，取代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方案。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伫中昼召开临时记者会来背会，强调讲要起一个接收站，唔是讲要起就会当起的，拢爱评估过。台塑这边也回应讲，北寮这片呢是甲政府完全无关系。这个麦寮电厂现在开始要做可行性评估要通过环评，经过地方政府的同意等等，估计起来最快也要6年以上。经济部长王美花再次强调，麦寮唔是也无法将为关东第3接收站替代方案。掠走麦寮，爱搁供气予大潭电厂，都爱搁另外有一条超过180公里的公线，无论陆港还是行海港，兴建完工的时间会搁较长，工期无法度估算，完全无法度赶上2022年底供气予大潭电厂发电机组。台塑化董事长陈宝龙强调，把这个燃煤机组改造成为天然气机组，是为了入侵减少二氧化碳这个任务。那跟第3天然气接收站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环评通过了，而且他们有他们的供应的整个计划，我们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处理我麦寮本身的事情。总统府也否认，讲因为离伤远，工程难度悬，无法解决南电北送，也有时间未赴以上这4个原因。麦寮电厂已经不是3接替代方案，有环保团体建议，台北港离大潭电厂较近，来做起陆港未破坏到草搭，而且长度差不多40公里。不过王美花是讲评估过啊，时间上紧爱11年，也是做未赴。如果改成台北港，最快的时间要11年，路线要从61号的下面，这个都是交通非常密集的地方。海岸线呢，要经过也是有很多的礁石。另外，针对权团捌点名基隆协和电厂台中燃气接收站扩建这一当当作3接替代方案，王美花表示，这2个电厂拢也未完成环境评估，时间会更较慢，兴建加供气的时间至少要听候到2027年以后。另目前连署数已经挖近70万份，预定是这礼拜四送交中选会，来做တင်愛草搭公投順利成案，將在今年8月28號將為公投法修法了後，今年第4案全國性公投。記者綜合報道。这个月14，有警察伫咧台中和平的山區進行臨檢的時陣，所發現到失蹤的移工。這掛人伫台灣違法食頭路已經有5年遐久啊！這段時間攏是全部咧做線工。著農民表示講，山頂欠工人是真嚴重，希望政府著要重視這個問題。14暗時9點20分，原警在台中市和平區關東路2段大甲溪發電廠頭前臨檢，發現車頂3查某1查甫的雄雄公公。發現是失聯的1年級移工，講是身體無舒適，落山看醫生，回程拄到警方。什麼報道呢 ？ID 卡呢？其失聯期間以從事農務及打零工為業。本分局109年查獲外籍失聯移工計29人。這些移工為105年到110年失聯，這段期間做山工，就是山頂較未去互查到，不過也是難逃追查。對山頂的個人來講，欠工嚴重是事實。外勞吼，如果若攏干掠了吼，會比阮即馬農民
现主时欠水，更较严重。以台中大梨山地区为例，平均每厝的农民要面对1.5公顷左右的果园，除了果农本人，一年需要长期固定人力2人左右，目前还阁欠2500名劳力。若查到请非法移工农民，都要罚15万起跳罚款，希望政府重视严重欠工的问题。我们整个大梨山地区有6000公顷的耕地，没有人在收获的时候，这些农民怎么办？这是官逼民反啊！农民团体也呼吁政府，台湾的山区非法移工是普遍存在现象。目前，待业的本国劳工当中只有3%愿意种作，山区阁是无人要去。希望政府适度开放农业移工，解决山区农业人口老化、加欠工严重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境外学生因为这阵疫情的关系，无法度顺利摕到台湾的签证入境，对学生团体呼吁外交部讲这对境外学生就要开放线顶申请签证的服务。不过外交部却是回应讲，安尼做会有国家安全记录。境外生权益小组3月15发新闻稿表示，有一位伫加拿大境外学生，去年秋天到奈及利亚的台湾办事处办理签证，要来台湾读册。不过，一直拢无得到有效的回应，延前到今年春天才入学。I chose Nigeria embassy since it is closer to my country, Ghana. I went there. The security man said the embassy wasn't working. Meanwhile, there was nothing on the website saying that the embassy will close or whatsoever. Finally, the embassy responded to one of my emails saying they didn't ask me to come on any appointments, but I should choose to stay there or go back to my country. 境外生权益小组认为，因应疫情，而且有部分国家无台湾的办事处，所以外交部应该要提供线顶申请签证的服务，若无就开放代办。是因为那个疫情之下，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减少那种面对面语言的流动，而且就是不同，有很多国家可能它不开放，或者是很多国家它没有台湾的办事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情况里面要有外交部应该有应变的方法。外交部回应，电子签证只提供短期旅游的旅客甲商业人士，而且以前捌发生有人假做学生，用假文件申请入境。以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就要严格审查，所以无法度开放长期踮伫台湾的外籍学生申请。境外生权益小组表示，唔但即摆加拿大的案例，也有其他国家的学生也拄到相同的情形，这唔是孤一个个案，也是希望外交部会当开放较方便的线顶签证申办。记者郭碧君、陈宝罗台北报道。石门水库的游艇业者，逐年伫咧旧历的2月初3，拢会举办马祖坐船游景的活动，特别是最近欠雨水，希望马祖来斗保庇，赶紧落雨。石门水库即马有的观光游艇、渔船甲农务船活180只，水库投资量继续下降，冲击渔船掠鱼甲游艇观光业。义顺传统，当年农历2月初3，石门水库举办马祖水上绕境祈福。今年唔来请来福兴宫马祖主神坐船游湖，连水中的土地公也来啊！今天呢有28尊，而且我们今天出去的船只有18艘船，也是破我们以往游湖所有的船只的数量。祈求上天能够天降甘霖，至于我们雨水，能保护我们的一些渔民跟一些游艇业者。天气真好，景色真水，绕境水库祈福信众甲游客舟船随行，一路免费。过程唔但会当看到抢柳洲，也阁有通出来水面的梦幻草皮甲水中土地公庙。除了祈求天降甘霖，也少出山团石门水库游湖观光。目前石门水库的水位是229.3哈，那蓄水量是9000万吨，差不多46%了哈，所以看起来相对稳定。北水局表示，目前跳水率46%，比去年同期差不多。根据气象局预报，短期内明显落雨机会无大，也毋过有少少方面。汤圆水情采取每日133万吨出水总量管制，并且联动式以落雨供水，一期水调足，供管无问题。公共用水到6月也会当满足。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3年1考的西港仔灌乡是文化部指定的国家重要民俗，伫因南海埔的水族镇有关是真出名。不过因也烦恼讲，这个镇头无人来传承，地方就请老师来指导民众，要传承这项传统的艺术。由海陵王带领骑兵下将，这是台南西港遮全台唯一的传统水族镇。为着要保存这项传统的镇头，西港的南海埔建筑宫殿，佮专工设立文物馆，收藏水族镇的各种服装佮用品，要让现代民众会当来遮了解到在地传统文化。保存这个水族镇吼，这个服装这个乐器佮这个农业社会时代的日用品啦。3年1考，人讲台湾第一乡的西港仔乡是文化部登录的国家重要民俗活动，水族镇嘛是逐回西港仔乡真大的焦点。不过今年因为准备的时间无够，在地主地参加的意愿嘛较低，所以真有可能就要搁等3冬，到后1考才有通好搁看到水族镇。新乡里这乡考吼，嘛有点仔较可惜时间吼。交这个人人地主信徒的意愿较少，可能搁延到这个后科乡看卖。演歌的老师教遮的民众来学迄个咱水族镇，互因搁了解讲是啥物叫水族镇，水族镇是咩啊表演，后科乡会当搁继续来，互有法度来出阵，咱这文化袂搁造成咧断层。为着卖互这个面临保存危机的镇头表演，就安尼失传去。地方嘛真用心，请老师来指导民众表演，嘛帮助民众更较了解水族镇的意义，互大家会当共心，做伙来为后1考的水族镇准备，保留这项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有一个老人学校，因要组成一个国乐团，最近佫办了一个发表会，互一寡阿公阿嬷有机会上台表演。阿公阿嬷也讲，食老过当学新的物件，表演也有正人的扑克声，实在是足幸福的。美妙的国乐演奏，搭配长辈拢真熟悉台语歌曲，互大家欣赏的阿公阿嬷会当哪听哪对咧唱。云林县如愿祖先关怀协会的中青学院举办发表会，互参加国乐团的阿公阿嬷一个就台机会。为着这场演出，大家人拢练甲足认真，嘛拢真欢喜。我觉得来这边的话，以乐会友，然后又可以自娱于人。我觉得这个团体很温馨，然后带给我真的很快乐。每个礼拜就很期待团练的时候跟上课的时候。其实真侪所在拢有在办中青学院。希望互地方的老大人愿意出门行踏，有一个场所会当互因开讲活动筋骨，所以拢会规划无共课程。这边规划国乐的发表会，嘛是希望请更较侪老大人做伙加入。就要关怀到地方老大人的这个健康，那迄个来办理着长青学院，推动着国乐班来把传统音乐带互这个社区，希望会当互老大人永远长春永远健康。一门简单的课程，就当互阿公阿嬷找到生活的新目标，而且看到这么侪老大人愿意出门，甲大家做伙嘻嘻哈哈，嘛会当互做事时更较放心。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抢救野生动物的性命，20多年前对英国来的省开始投入解救野生动物的工作。伊和伊的台湾太太伫新北市的三芝有成立一个救援协会，这3年来已经救超过500只野生动物啊。This is Woodstock, and when Woodstock came here, he had no fur, just skin and scabs and blood. 对Sean加入来这个伫咧新北市三芝的狗仔安养园区，就发现这个狗仔唔是无脚蹼，就是欠一支脚。You'll see that about 30% of the dogs in our care have lost at least 1 foot. Some have lost 3. Because of the traps. Because of the traps. 1999年对英国渡来台湾的Sean，主本是英语老师，因为唔甘野怪动物着皮肤病、出车祸，甚至断掌，开始出手来甲因解救。这20多年来，Sean点过3种无共的动物保护协会，注心伫咧照顾动物，也关注因的权益。
2017年，Sean 和伊的看守池玉晶创这个野生动物救援协会到达，已经救超过500只野生动物。不过，固定营运的资金有关是因上界烦恼的。我们现在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就140万左右，我们每个月其实都算是低空飞过，正在尝试更多的方法可以增加捐款，尤其是每个月固定捐款的。对动物来讲，被领养就是最幸福的事情。Taiwan is an amazing country, and it makes me so proud that I'm in a country and my kids are Taiwanese. When we are so successful as a country that we can pay such great attention to animal welfare. So yeah, that's what it means to me. I love it. I really love Taiwan. 在台湾生活21冬，上公除了家己的2个囡仔，这野生动物就是伊的宝贝。未来希望有更较侪人来认养，也打算替迄寡残废较侪回狗仔和猫仔去大型的庇护所，互因有搭建野外的生活环境，安心到老。记者阿敏珍、曾派文新北报道。在2014年的日头火学运，唔但引起国际注意，也让少年人对台湾的主体性有新的认同。少年人用新世代方式，在了解社会、关心政治。进入一定读法律的学生，开始在网络顶头用白话来解说正复杂的法律条文。2014年3月18日，因为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有民众带头爬墙入去立法院，接领议场，表达诉求，展开24天的太阳花运动。唔但惊动国际，对台湾政坛甲社会嘛产生真大改变。318太阳花了后，你有看到讲？有足多迄新形态的民主的参与方式伫阮个社会内底吼，足多政府哦，足多政府单位哦，即马开始推动像参与式预算。随着这几年的操作的话，我觉得当大家越来越习惯参与式预算，透过这个参与式预算，就像是一个民主的学校哦，民众他会开始知道说，我不是只有在听政府的这个政策而已，其实我也可以，这个我也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进入这决策的过程里面，那它可能需要时间。太阳花运动了后，开放政府变成口号，社会运动往往是第一时间的激情。如何延续林佑成讲，制度的设立是真要紧的。所以今天社会运动如果想要对于我们社会带来一个长远的影响的话，它需要造成一些制度性的一些影响哦，设立一些单位，设立一些制度哦，这样才能够长期的去影响民众的政治态度，否则它就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但民众要参与政府杀政策的讨论过程，嘛要大声了解相关细节内容。在太阳花运动时，也在东吴大学读法律研究所的杨贵娣，就和朋友做伙设一个网站《法律白话文》，正希望用白话，也就是好理解的方式，向民众解说条文争议。所以当时讲服贸协议的懒人包很多，那这些懒人包有的立场有问题，那我们就觉得说，网络上为什么没有网站好好的跟大家讲这些法律知识，可以跟维基百科一样？所以一开始的初衷是想说，利用那个热潮，我们来开一个讲法律的网站。网站一开始大部分拢在讨论服务协议，后来慢慢探到无同领域的法律知识。但是杨贵娣也讲，其实大部分的人未想要主动了解法律，所以因也哪做哪调整方式。我们初级曾经有尝试过，就是想要做很完整的法律的介绍，让我发现，譬如说可能把民法的重要知识写一写，刑法的重要知识写一写，让我发现民众无法引起网络上的民众太多的兴趣。就像我讲的，可能民众根本他就有在自己遇到的时候，肚子有时阵才会想要学。那都已经来不及啦，所以我们就转一个方向，我们就是配合时事去讨论。大家好，我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站长桂智。我们今天这一集邀请到巫医师来跟我们聊女性堕胎的相关法律问题。生活中接拄到议题，成功引起民众的兴趣甲讨论。法律本身有侪的专业技术，杨贵娣甲因的团队希望正做民众甲法律界中央的迄板桥，用白话向民众解说，希望这议题当中的法律知识会当透过传播甲讨论，让台湾社会注入更较侪的法律养分。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9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6度。预估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